各位，如果我問你嚟到2026年，地球上最大嘅產油國係邊個？係沙地阿拉伯、俄羅斯、委內瑞拉，定係中國？事實係90%嘅人都會答錯。今日掌控全球石油命脈，將第2名遠遠拋離嘅絕對霸主，唔再係中東，而係曾經因為缺油而陷入經濟大蕭條嘅美國。究竟美國點樣喺短短幾十年之內成功反殺 OPEC 嘅血腥絞殺，完成世紀大逆襲？歡迎嚟到宏觀智庫，我係桃花島上嘅小桃。戰爭、能源、科技，每日牽動緊全球市場。睇清大國博弈背後嘅全局，遠比短線升跌重要。等我哋一齊掌握趨勢，宏觀智庫。歡迎返嚟5分鐘洞察全球。今日我哋就用5分鐘拆解呢場橫跨50年、充滿科技奇蹟同大國博弈嘅美國能源反擊戰。要明白美國今日嘅野心，我哋必須要回到1973年。當年中東爆發贖罪日戰爭，阿拉伯產油國為咗報復美國支持以色列，宣布實施石油禁運，國際油價短時間之內暴漲幾倍。當時對於極度依賴原油進口嘅美國嚟講，呢個係一場噩夢。油站大排長龍，工廠停工，通脹失控，整個國家嘅經濟大動脈被中東鏈住。由嗰一日開始，美國已經暗地裏將能源獨立寫入咗國家最高戰略入邊。但係美國容易開採嘅傳統石油已經買少見少，點算？呢個時候，美國嘅工程師將目光投向地底2000米深、堅硬無比嘅頁岩層。經過幾十年嘅燒錢研發，佢哋終於得到技術突破：水平鑽探同水力壓裂。美國要將收埋喺石頭入邊嘅鈾同氣逼出嚟。到咗2010年代，美國嘅頁岩油終於成功量產。呢個時候觸動咗昔日嘅霸主 OPEC， 特別係沙地阿拉伯嘅神經。佢哋發現美國竟然蠶食緊佢哋嘅市佔率。於是喺2010年，OPEC 發動咗一場極度殘酷嘅石油絞殺戰。沙特做咗一個反常規嘅決定，佢哋拒絕減產，反而瘋狂增產，圖謀將成個市場浸死。佢哋嘅盤算係美國嘅頁岩油開採成本好高，當時大約需要60至70蚊美金一桶，只要將國際油價打落去30甚至係20蚊一桶，美國嗰班頁岩油公司就會全軍覆沒。結果呢，油價的確係崩盤，美國又有幾十間中小型能源公司破產，但係 OPEC 低估咗資本主義嘅淘汰機制同埋科技進步嘅速度。生存落嚟嘅美國能源巨頭瘋狂改進鑽井技術，提高效率。短短喺幾年之內，佢哋成功將開採成本冚走一半。OPEC 嘅絞殺戰徹底失敗，反而逼出咗一波成本更低、更具韌性嘅美國頁岩油怪物2.0。經歷過石油絞殺戰，美國能源業迎嚟史無前例嘅大爆發。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 EIA 嘅官方數據圖，到咗2018年，美國嘅原油日生產量正式交叉超越俄羅斯同沙特。去到今年2026年，美國每日生產超過1350萬桶原油，創下歷史新高，繼續穩坐世界第一產油國。正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最近講過，美國自己有足夠嘅石油，根本唔需要依賴國外。今日美國唔單止能夠完全自給自足，仲可以大規模出口石油同天然氣，徹底完成由能源乞衣到能源霸主嘅世紀逆襲。但係美國嘅能源野心絕對唔止停留喺石油，仲有一筆巨大嘅隱藏財富——天然氣。因為當你炸開頁岩層抽取石油嘅時候，會同時湧出無窮無盡嘅另一個副產品——天然氣。美國地下嘅天然氣多到根本用唔晒，而點樣將呢啲平價天然氣賣去因為地緣政治而極度缺氣嘅歐洲同亞洲？呢個就催生咗美國近年最暴力嘅出口產業 LNG 液化天然氣。下一集我哋將會拆解呢隻原油背後嘅雙生巨獸，睇下美國點樣利用 LNG 操控全球，而我哋作為投資者
有冇機會喺呢場大國博弈之中分一杯羹？你身邊嘅朋友又知唔知今日邊個先係世界最大產油國？share 呢條片俾佢哋睇下。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宏觀致富，我哋下集見。Psycho